今日嘅在詞呢，仲係啦，內容係認知方面嘅，主要係基於鄧教授嘅研究，加埋呢部詞典嘅補充，認知係指認知、判斷或者情感方面。我哋先睇一個例子，張咩床嚟啊？好唔穩陣㗎，要綁住晒嘅。做太監就梗係要閹噶啦，閹就梗係要綁住噶嘛。邊個做太監啊？梗係你啦，唔通我啊？嗱，呢度佢兩個例句，第一個咧就係做太監，即係做呢個職務，就梗係要點嘅。嗱，呢個啦就係表示好肯定嘅語氣。下邊呢個咧會更加明顯，梗係你啦，唔通我啊？咁就非常肯定係你，唔係我。所以呢個係佢第一個用法，表示肯定，強烈嘅肯定。收姐，晚安啊！你喺度整蠱人咯？冇啊，我練唔師啫嘛。第二個咧，呢個例句入邊啊，你要整蠱人啦，呢個都係肯定，但係咧非常之強烈，強烈都係認定佢係咁做，甚至有啲就批評啊或者責怪咁意思。跟住嚟睇下第三種用法。哎呀，見翻你真係好啊！你而家信啦，我信啦，我信啦。呢度咧就係用於詢問啦，你而家信啦？佢回答我信啊，我信啊。咁呢個啦，佢一樣係好肯定。佢雖然係問你信唔信，但係實際佢肯定你肯定會信嘅。但係非常強烈嘅肯定嘅語氣去問。跟住睇下第四個用法。邵爵士有氣功，師傅教咗我上乘氣功嘛，所以你一搏落去咧，支棍亂咗，我冇事噶。嗱，而家喉嚨啊唔痛啦，又冇嘔血啦，個肺又好舒服啦，淨係黐咗線啫嘛。係。第一個用法呢度係例句啦，舉例子列舉啊，喉嚨唔痛啦，又冇嘔血啦，個肺又好舒服啦，就係1、2、3、4咁嘅例子去列舉，佢都係基於一個肯定嘅語氣去舉例子。咁呢個就係佢嘅4種語法，我哋總結一下。第一種係判斷，表示好肯定嘅語氣；第二個咧，語氣非常強烈，到咗認定，甚至帶有責備語氣。第三種咧就用於詢問，但係佢一樣係肯定嘅語氣去詢問。第四個係表示認知，用於例舉。呢4種用法咧，佢共同嘅核心係好強烈嘅認定、肯定。而且呢4種就都係用於關於認知、判斷啊、認定、肯定，或者情感方面嘅用法。